本娘娘这份精心装扮，是要将她的风头也一并压下去。依妹妹看，皇后最好看的一件衣裳，也比不过姐姐这件。且不仅是皇后，明日众妃嫔在姐姐面前都要黯淡失色。妹妹，姐姐可不想压你。明日你也可以精心装扮，尽显你的月貌花容。姐姐面前，妹妹甘当绿叶，妹妹哪敢又哪有本钱与姐姐争奇斗艳啊？贤妃妹妹，今日这皇额娘的旨意，你可明白？那还能不明白？皇额娘压根儿就没有承认什么德妃，皇额娘是要我们让董小宛明白，这皇妃的位子不是她想坐就能坐的。董小宛曾经害姐姐失去了后位，如今姐姐可以名正言顺地收拾这个小贱人了。本娘娘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那董小宛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如今这心愿很快就要实现。姐姐，给。姐姐经过这些日子啊，人清减了不少，真是越发好看了。姐姐，Coco有些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姐妹俩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皇上每次歇驾钟粹宫，他们都让你们吃那些奇怪的药，干脆啊，姐姐还是不要再吃了。姐姐倒不担心自己的身体。你说这毕竟是药三分毒，皇上吃了那些药，多伤身体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姐姐真想替皇上把那些药都喝掉。那可怎么是好啊？干脆，皇上跟姐姐都不要吃了，咱们什么都不管了，该生阿哥就生阿哥，该生格格就生格格。Coco啊，你说这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不想跟自己心爱的男人生个孩子？可是姐姐进了这皇宫，就不能生。为了皇上，姐姐必须要把生孩子这份念想生生的掐断。倘若姐姐不这样做，皇上在那些议政大臣面前，甚至皇额娘面前，都交代不过去。就算是姐姐怀上了孩子，这个孩子恐怕也会胎死腹中。姐姐，我可怜的姐姐。太后娘娘，据奴婢所见，德妃娘娘是真心不想要这个名分。皇上对德妃娘娘的爱，德妃娘娘对皇上的情，真是无人能及，连奴婢都被感动了。你心善，是容易被感动的。好，哀家已经知道那边的情况。婉儿，明日慈宁宫花园的聚会，你要受点委屈。给德妃娘娘请安。刘公公，快免礼吧。德妃娘娘，过去同他们行个礼，说说话吧。好，走吧。真是太有意思了。
各位娘娘，德妃娘娘到了。臣妾董鄂氏见过贵妃娘娘、贤妃娘娘、淑妃娘娘。德妃来了。一个歌女都住进钟粹宫了，真是不容易呀。你很不习惯吧？贤妃娘娘问你话呢，怎么不回答呀？有些话不回答比回答要好。哎呀，皇贵妃娘娘驾到！呀，皇贵妃娘娘来了，我要赶紧迎驾去。德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到了，去迎接一下吧，免得失礼。好。臣妾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免礼，皇贵妃娘娘吉祥。免礼。谢皇贵妃娘娘。刘公公，怎么大家伙儿都在外面不进去啊？太后娘娘有旨，说等嫔妃们都到齐了，再一起进去。因为德妃娘娘今天是第一次来慈宁宫请安。本宫明白了，皇额娘是想让这新进的姐妹多学点规矩。德妃董鄂氏参见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吉祥如意。不愧是唱戏的，言谈举止倒还得体。德妃，抬起头来看着本宫。德妃好胆识啊，就像当初在南苑第一次见面一样，目光坚定，毫不闪避。皇贵妃娘娘要我抬头看您，倘若我目光闪避的话，岂不是显得我失仪失态吗？董小宛，你的眼光话语已经证实，就是你向皇上进了谗言，本宫才失去了后位。别以为你可以封妃得意，你这是掉进了油锅，落进了虎口。刘公公，德妃今日穿的衣裳同本宫相比，谁的更漂亮啊？德妃娘娘近日刚被册封，新制的衣服还没有送来。德妃娘娘别说是跟您比，就是跟其他3位娘娘比，她也比不上啊。刘公公这话说的可周全呀。皇贵妃娘娘今日这身衣裳，高贵华丽，无人能及。臣妾自训比德妃耐看不少，但是跟皇贵妃娘娘一比，臣妾也只有自惭自愧的份儿了。还真是啊，皇贵妃娘娘今日真是美到极致，赛过天仙。德妃啊，你到底还是一个唱戏的出身，如今虽然做了皇妃，那种民间女子的俗气土气，看起来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去除。臣妾给皇额娘请安，皇额娘万福金安。臣妾多娜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臣妾灵珠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果真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佟佳氏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贤妃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淑妃给皇额娘请安。臣妾索尔纳给皇额娘请安，皇额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臣妾董鄂氏给皇额娘请安，皇额娘万福金安，万寿无疆。哀家有件趣事告诉你们。
德妃住在南苑的时候，多次请求来慈宁宫请安，可那时德妃叫董小宛，无名无分，哀家也不会允许她来慈宁宫请安。有一天，哀家顺道去视察南苑，德妃呢，对哀家自称臣妾。哀家对她说：“你不能自称臣妾，臣妾是皇后和嫔妃对自己的称谓。”德妃不愧是唱戏的出身，反应很快，马上自称民女。她是皇上的人，怎能自称民女呢？哀家就跟她说：“你不能自称民女，你还是自称你的本名董小宛最合适。”皇额娘圣明，在后宫之中，每个人的称谓可都有礼数规定，岂能由他人随意改动，坏了规矩？之前董鄂氏自愿出宫，哀家让他来过一次，但谁知他禁不住皇宫的诱惑，又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也都不能到慈宁宫请安，也不能自称臣妾，只可以乖乖地待在南苑。哀家心里真替他难过，这是何苦呢？不过如今董鄂氏已经是德妃，她自称臣妾也是合乎规矩了。德妃，起来吧。是，臣妾多谢皇额娘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今天风和日丽，哀家真是心情舒畅。等一下赏花的时候，哀家要特别恩赏皇后和皇贵妃，除了贴身侍女之外，可有3名侍女服侍，其他各妃就都进2名吧。皇额娘，臣妾哪敢跟皇后娘娘同等恩赏呢？臣妾身边的侍女有2名够了。你是皇贵妃，当然有区别，你就不需要再推脱了。坐下吧。谢皇额娘。刘公才，奴才在。去将侍女们带进来吧。这灾情很严重。洪师傅，朕想亲自去一趟灾情最严重的地方，巡视慰问，鼓舞地方抗灾的斗志。皇上对救灾的事情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，事情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皇上不必亲临灾区，因为朝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皇上处理呀。朝中事务，朕自会安排妥当。朕之所以没有马上动身，是有个私心。董小宛册封为德妃，虽然朕已同议政大臣和皇额娘达成协议，但朕相信，宫中一定会有暗流涌动。朕想看看再说。救灾之事，皇上真的不必亲为，在这方面老臣颇有经验，请皇上下旨，让老臣前往灾区，指挥救灾吧。这怎么行呢？不行不行，洪师傅，您年事已高，灾区之苦，岂能是您承受得住的？今年慈宁宫的花开得真是太好了，多漂亮啊！看那这花开的可真好。你看那儿，
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快看呢！姐姐，他们也太会羞辱人了，竟没一个人理睬姐姐。别胡说，我没胡说呀，真该让皇上来看看，他们是怎么羞辱姐姐的。连兰贵妃娘娘都不过来。兰贵妃和荣贵妃想必是受到了严厉的训斥，所以才不敢来跟姐姐打招呼。今年的花比往年开得更盛，来赏花了，是与往年不同。花园的花呀，越发漂亮了。是啊，姐姐。扣扣，你瞧，这兰贵妃不是跟我打招呼了吗？还是兰贵妃娘娘最勇敢。咱们接着赏花吧，这慈宁宫的花多好看。要说赏花，姐姐可是很在行呢。走吧。兰贵妃与董鄂氏在这里眉来眼去，也不怕皇额娘看见啊？什么叫眉来眼去啊？大家都在同一个花园里赏花，连打个招呼都不可以吗？这果真生了贵妃以后，脾气、沉静之气都是装的。荣贵妃也看不惯了。本宫在位之时，荣贵妃也是受了些委屈。怎么，今日二位新晋贵妃是想跟本宫讨个公道吗？童姐姐，你快看呐，静妃她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对，本宫的确有些不可理喻，所以才会被废嘛。不过本宫好心提醒二位贵妃，尤其是兰贵妃，后宫风云变幻，当心被人利用，被人暗算。暗算我的人便是你吧？如今你已经被废了，在这后宫里，也不会有什么人在暗算我了。你听听，兰贵妃这张嘴，如今是越发的厉害。果真，你记住，在这后宫，与皇额娘最亲的还是本宫。你只不过是只小船，随时都会被风浪打得粉碎，懂吗？我懂，果真听得懂静妃说的话。果真在这宫中，本来就无依无靠。如今我能做贵妃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大不了我就做回我的妃，再不成，就做回嫔好了。就怕那风浪来了，无论妃或嫔，都不是你能做的。花也赏了，茶也喝了，大家随便聊点其他的事吧。姐妹们，聊些什么有趣的事儿啊？让皇额娘也高兴高兴。这德妃不是唱戏的吗？臣妾提议让德妃给咱们唱一曲，让咱们也听听这江南小曲儿究竟是何仙曲仙音。对呀，上次在南苑，德妃妹妹自视清高，不愿意唱曲儿给我们听。今天既然来到慈宁宫花园，皇额娘也在，正好可以弹弹琴，唱唱曲儿，让皇额娘高兴。我想德妃妹妹不会拒绝吧？皇额娘，臣妾曾经为皇额娘献过丑，臣妾不想再扰皇额娘的清静。德妃唱曲儿，那真是百听不厌。
既然大家都想听了，那德妃就随便唱一曲吧，也让他们都知道江南戏曲到底妙在什么地方。是，臣妾遵旨。臣妾唱曲儿的话，需要有筝，臣妾让侍女回去取筝。不需要取筝，哀家有筝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去把宫中最大的古筝取来。哟，太后娘娘，那把古筝可太大了。再说德妃娘娘也从来没有弹过呀。让你去拿就拿，多嘴。奴才多嘴，奴才这就取筝去。总舵主，宫中有消息传出。什么消息？刘公公带出消息说，顺治帝不顾议政会议和皇太后的强烈反对，册封董小宛为妃了。册封董小宛为妃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本舵主等的就是这一天呢。皇额娘，请您来评一评，今日臣妾们的服饰谁的最漂亮？当然是皇贵妃灵珠了。你看她这身衣裳如此精致，一定是专门叮嘱过制衣局的人。皇额娘圣明，臣妾的确是专门叮嘱过制衣局的人，而且臣妾还专门去了一趟制衣局，亲自修改了这件衣裳的样式。灵珠在这方面是最有天赋的。臣妾的心思就是为了让皇额娘看了高兴。要说服饰之美，臣妾哪能跟皇额娘相比啊？皇额娘，您再评一评，谁的穿着最差劲，谁最不懂服饰之美呢？你这不是逼着额娘讨人嫌吗？额娘不评，你们姐妹自己评吧。皇额娘，依臣妾自己看来呢，德妃啊最差劲儿，最不入眼。没错，德妃怎么会穿得如此没品位呢？看来真得找个人好好教教她才行。静妃姐姐这句话，本宫也跟德妃说过，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，那是要丢皇上和皇额娘的脸呀。皇额娘，您说对吗？董鄂氏刚刚才做德妃，有些事得慢慢来。你们是瞎了眼，还是根本不懂穿戴？董小宛穿着最有气质，尚在你们之上。她还是有意收敛着，不想同你们争艳，难怪皇帝如此喜欢她。只可惜她是个汉女。皇额娘，臣妾定会好好学，好好长进。德妃的这个侍女扣扣似乎对我们的评价不那么认可呀。扣扣，难道你不认为你们家主子穿的最丑最难看吗？我姐姐穿衣服最好看了，姐姐最会穿衣打扮，皇上都夸过好几次呢。扣扣，别说了。皇额娘，这奴婢说的话，您可都听见了。一个小奴婢，放肆到慈宁宫来了！来人！爸，真是一语道破天机。本宫也正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董小宛封妃了，如今咱们天地会该帮着董小宛怀上清廷皇帝的孩子。
刘公公传出消息，说那个鄂太后用药控制着董小宛，不让她怀孕。咱们就该用最好的解药，让那董小宛怀上龙种。总舵主，这件事儿就由属下的妹妹来做吧，刘公公绝对不能暴露。二云虽然负责服侍董小宛宫居事务，也能有机会，但她毕竟隔了一层啊。只有扣扣可以从容换药，并服侍董小宛服下药物。扣扣动手，方能确保成功啊！宋传，你那么疼你妹妹，难道你不怕她因此而丢掉性命吗？总舵主，属下当然是怕，但属下想，一旦确定董小宛怀了孕，便让扣扣立刻离开皇宫。离开皇宫？哎呀，这又有点损失了。这样吧，宋传，你马上传话给柳二云，让他出宫一下，就说本舵主要当面问他一些情况，等问清楚之后，再确定怎么行动吧。婉儿，奴婢在。婉儿，哀家让你去教宫中礼节规矩，你是怎么教的？太后娘娘，方才奴婢是下糊涂了，奴婢有罪，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任由太后娘娘惩罚。德妃，婉儿是哀家的侍女，哀家也心疼她，但是奴婢犯错，就一定要惩罚。哀家决定，婉儿和你的侍女扣扣接受同样的惩罚，这很公正吧？皇额娘，这婉儿自从到我身边，便是尽职尽责。扣扣犯错，罪在臣妾，与婉儿没有任何关系。臣妾请皇额娘放过婉儿吧。德妃，你明知道哀家派婉儿到你身边是监视你，你与扣扣都讨厌她，哀家惩罚她，你该高兴才是，你却反过来替她求情，你真会演戏。演戏是他们的本行，根本就不需要准备，张嘴便来。皇额娘，苍天在上，臣妾是真心认为婉儿无辜，她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。苍天在上，哀家便是苍天。你这么讲，是指责苍天不公，哀家糊涂。臣妾失言，臣妾恳请皇额娘宽恕。德妃，你不准再帮奴婢求情，你就老老实实看着他们两个受罚，你自己也长点记性。起来吧，一个主子同奴婢一起跪着，成何体统？是。来人，把婉儿带下去。坐下。苏娜，把西洋钟拿过来，再叫侍女准备2盆水。是。哎呀，都小心着点儿，听见没有？慢点，慢点啊！按西洋钟的时间，如今是下午3时2刻。哀家要惩罚这2个犯过错的奴婢，顶1个钟点的水盆。若能顶够时候，不让水盆倾覆，惩罚就结束。但是如果谁的水盆倾覆的话，那就再赏他10棍。10棍不至于要了他的命，但是否会落下残疾，就要看他的运气了。
这可真是有趣呢，紧。皇娘向来就仁慈，没有直接棍责这2个奴婢，而是给了他们机会。这要想顶一个钟点的水盆，怕是很难啊。来人，给他们上盆。Coco， 婉儿，你们一定要顶住啊！慢点，慢点，轻点，摆好，摆好。太后娘娘，古筝抬来了，多年未使用了，叫人好好的擦拭了一番。我们一边听德妃弹琴唱曲儿，一边欣赏奴婢们顶水，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是啊，皇额娘，这可真是太有趣了。德妃，本来大家是想请你弹唱，但如今是哀家罚你，所以你要好好的弹，尽心的唱，明白吗？臣妾遵旨。罚与不罚，臣妾都会好好弹，尽心唱。这支古筝可是大有来历，是唐朝宫中传下来的。你不是最擅长唐朝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吗？用着唐朝的古筝伴你的《长恨歌》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在皇宫里面听到江南歌女唱曲儿，谁说满汉不是一家呢？臣妾们可真是沾了皇额娘的光呢。若不是皇额娘的旨意，臣妾们哪有这耳福可以听到德妃妹妹弹琴唱曲儿呢？可不是嘛，德妃啊，可傲气了，我们可都是碰过壁的。可能因为你们礼数不周，往后你们想听德妃唱曲儿，就要好言好语求人家，知道吗？皇额娘，臣妾可将这话当成是臣妾们可让德妃唱曲的旨意了。哀家并没有下这个旨意，这个是你们姐妹之间的事。德妃妹妹不说话，那本宫就认为你是默认了。往后翊坤宫如果有什么喜事，那本宫还会请妹妹来帮我们弹琴唱曲儿啊。德妃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是。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贵人为师。后宫佳丽3000人，3000宠爱在一身。立功高处如轻云，弦乐风飘处处闻。歌马舞鸣四处，今日君王看不足。新宫见月上仙色，夜雨万里
说，太后娘娘在惩罚德妃娘娘的侍女。皇上，Coco被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董小宛唱的真是声情并茂，美妙绝伦。这几位皇妃，包括皇后，只有果真、佟佳氏和灵珠是懂得欣赏的，其他的都是仙音在前，充耳不闻。如此鲁钝，如何能讨得皇帝欢心？不行，这样去慈宁宫花园看看德妃。皇上，此刻皇上不可以去慈宁宫。皇上答应过太后娘娘，后宫的事是绝对不过问的。可是如今这事，朕不能不过问。朕心爱的女人，现在正在经受着屈辱，甚至羞辱。皇娘这是在有意的羞辱、折磨小婉，可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哎，皇上。太后明知皇上会不高兴，但是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中原因，请皇上细细思量啊！哼，他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他不认可德妃，他要让德妃无法忍受。朕以为，朕写了亲笔约书之后，皇娘就会帮朕一起对付议政会议。可是朕想错了，皇娘还是想废掉德妃。他与议政大臣定是早商议好的此事。皇上，太后同议政会议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废除德妃的妃位。如今这个目的没有达到，太后娘娘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姐姐，我好累，我怕我顶不住了。可可，你一定要顶住，要打，一定不能打你。罢了，朕不去了。去了呀，那也是犯错，犯傻。洪师傅，哎。皇上，Coco顶不住水盆，便会挨棍棒。若Coco被打残了，奴才如何受得了啊？真是患难见真情。看看，眼睛都急红了。英哥，朕刚才着急去慈宁宫的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担心Coco被打。如若单是德妃的事，朕冷静想完之后，还是不会去的。可不是吗？德妃娘娘又不会挨打，皇上当然不着急了。可Coco要遭毒打的话，皇上就不管了吗？英格尔，Coco不仅是你心爱的女人，那也是德妃的侍女，你说朕能不管吗？朕给你写个手谕，你带着这个手谕，到慈宁宫后花园的门口，悄悄地等着。如果Coco真的顶不住要挨打了，你就拿着这个手谕冲进去，当面交给皇额娘。记住啊，一定要苦诉一番，而且是特别真切、特别真切地说。只要你按照朕说的做，
即便扣扣挨打，那也是皇额娘走走样子罢了。奴才多谢皇上。奴才哭闹的作用恐怕有限，有用的还是皇上的手谕。皇上的手谕上写什么呀？朕就写扣扣情系英格尔，因此扣扣打不得。若是伤了英格尔，今后谁来保卫朕？皇上真这么写啊？皇上是说笑吧？谁跟你说笑？君无戏言，朕就这么写。英统领，你就放心吧，有皇上的御笔，你的扣扣不会终身残疾的。洪大人，别说是终身残疾，便是1、2日残疾，英格尔也受不了啊。瞧瞧，只要是沾了扣扣的事儿，连说笑的话都听不明白了。德妃，你怎么停下了？皇额娘，《长恨歌》只剩下不多几句了。这婉儿她要是挨打了，臣妾实在唱不下去，请皇额娘原谅。哀家要你接着唱完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杖责石棍。扣扣，你一定要顶住啊！娘娘，奴婢顶得住。现在叫娘娘了，也知道自己是奴婢了，以后就用这种惩罚，才能让人刻骨铭心。德妃妹妹，你把曲子弹完吧。我记得最后那一句叫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啊。有期无期，长恨短恨，臣妾都会一句不落，一丝不苟地把它唱完。皇上，老臣再多嘴问一句，今晚皇上会不会去看望德妃会议过招的事情？既是过招，就要出高招、妙招，方能制胜。皇上能够在德妃娘娘饱受委屈之际，仍可以好似平常一样的对待她，那么太后将会更加明白皇上的胸襟同坚强的意志，太后对皇上会刮目相看的。你这些话价值千金。
好啊，不错，真是不错。德妃的嗓音唱功，哀家平生仅见。可惜在座的只有兰贵妃、荣贵妃和皇贵妃听懂了曲子，其他的没有这个耳福啊。皇额娘，臣妾确实是不懂音律，臣妾也是勉力在陪皇额娘听曲儿。皇额娘，其实臣妾也略通一点音律，觉得这德妃唱的要比那些进宫的戏班子唱的好多了。方才臣妾还想打赏她呢，可是突然一想也不对呀，这德妃好歹也是个妃子，若是赏她几锭银子，怕是不合适啊。其实只要德妃尽心尽力的唱，皇额娘高兴了，自然会打赏。本来哀家是要赏的，但是德妃的侍女犯了错，德妃也有教导之责，哀家就不打算赏了。皇额娘，臣妾不求恩赏，臣妾但求皇额娘能够放过婉儿和扣扣，臣妾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皇额娘，这2个小奴婢貌似连站都站不稳，可能撑不到时辰了。是啊是啊，好像撑不到了。皇帝早已得报，居然为过来护他的女人，甚至也没派英格尔过来搅局，真是不易呀。刘光才，把扣扣的水盆拿了。拿掉水盆。皇额娘就这么放过那奴婢了？他可以顶到现在，已属不易，得到了应有的教训，哀家便放过他了。德妃，皇额娘仁慈，放过了你的奴婢，还不快过来谢恩？皇额娘，臣妾替扣叩谢皇额娘天恩。婉儿姐，都是扣扣惹的祸，扣扣对不住婉儿姐，连累婉儿姐了。没事没事的，扣扣，别难过了啊。我已经涂了药了，过几日便……过几日呢便会好的，别难过了啊。真想不到，婉儿姐是太后娘娘的侍女，竟然也会遭到毒打。如今你明白宫中的规矩有多严了吧？只要是奴婢犯了大过，就能被活活打死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扣扣明白了，扣扣再也不敢犯错了。婉儿，怎么样？好点吗？德妃娘娘，奴婢不能起身给您行礼，请娘娘恕罪。别动，你有伤在身，就不用给我行礼了。以后你和扣扣一样，叫我姐姐吧。姐姐，娘娘，奴婢哪敢啊！婉儿，你不用害怕，我说的是宫中无人的时候，有人的时候，咱们还得按宫中的规矩一板一眼的来。
这今日所受的教训，也确实太大了。姐姐，可可再也不敢犯错了。婉儿，怎么样？伤好点吗？我来帮你。娘娘，没事的，婉儿已经涂了药了。姐姐在江宁时，跳舞也经常受伤，所以也颇有一些经验。来，姐姐帮你按一按穴位，止止痛吧。娘娘，您不可以这样做的，您这样做会折煞奴婢的。婉儿姐，你就让姐姐按按吧，姐姐按穴很灵的，像我扭伤了脚什么的，都是姐姐帮我医治的。婉儿，你要是再不听话的话，那我可用宫中的规矩来惩罚你了。娘娘，来，按这儿好点吗？娘娘，婉儿进宫多年，到慈宁宫前也服侍过几位主子，但是德妃娘娘是婉儿见过最好最好的人，最好最好的娘娘。奴婢能服侍德妃娘娘，是奴婢天大的福分。婉儿，你就别讲那么多了，现在先好好养伤，伤养好了要紧。这2天，姐姐多来给你按一按。娘娘，皇上，时辰不早了，您不去钟粹宫看望德妃娘娘啊？朕不去。朕不去看德妃。朕要在这里处理奏章。朕不想去看她。你坐会儿吧。扣扣还以为姐姐封了妃以后就可以有出头之日了呢，谁知道还是受气，还更受气。太后娘娘竟然亲自主使那几个妃子来欺负你，皇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也不到花园来看看姐姐，他应该是得到报信的呀。他就那么怕太后，难道他要看着姐姐眼睁睁被他们欺负死啊？扣扣，别哭啊！姐姐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被人欺负死啊？今日慈宁宫花园的事，也就是个小事。皇上要是过来了，岂不是小题大做吗？这还是小事儿啊！姐姐受的苦是内心之苦。扣扣今天在那顶着盆儿，那几个妃子的话，扣扣都听到了。尤其那个皇贵妃，她还不断的侮辱姐姐。扣扣，我真想上去扇她几个巴掌。扣扣，说话还不注意？今天在慈宁宫花园，遭的罪还少吗？以后可小心着点吧。姐姐，这皇上是怎么回事嘛？也不到花园来看看姐姐，英格尔也不来。我们回到钟粹宫，便没有人理我们了。姐姐，这是传说中的冷宫吗？
阿玛，那奇从灵珠那儿带来消息，说慈宁宫太后娘娘在花园里面狠狠地教训了董小宛一顿，令董小宛为众妃弹奏琴曲，董小宛当众受尽了屈辱。所以阿玛才说，朝廷如果出了什么麻烦事，一定要太后娘娘出面才能制止。另外，太后娘娘这么对董小宛，她怎么还能保得住妃位呢？今天这太后对德妃的态度如此强硬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皇上的反应很奇怪，他居然没去慈宁宫保护董小宛。怪吗？一点都不怪，因为皇上答应过太后娘娘，只要不出大事，他不袒护董小宛的嘛。基督啊，皇上能克制自己，这是好现象。慢慢的，皇上就会同议政会议和平相处，那么朝廷就可以安宁了。阿玛，这不是好现象。这说明皇上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能隐忍了。你想安宁吗？你安宁不了啦。这未必是好现象。儿子看，皇上的忍耐是为了顺利得到这两黄旗旗印，恐怕他一得到旗印，便会变本加厉，独宠董小宛。你糊涂了吧？皇上要拿到旗印，他得要先废掉德妃嘛。一个废掉的妃子，怎么能得宠呢？哼，绝无可能啊！姐姐，太后娘娘如此恶毒，这往后你要如何跟她相处啊？用民间的说法，她就是一个恶婆婆。可是这个恶婆婆有好多儿媳妇儿，但你这个儿媳妇儿，她压根儿就没承认。皇上又对太后那么孝顺，姐姐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啊！你别这样说皇额娘。皇额娘今天这样做，肯定会有她的道理吧。再说，皇额娘最后放过了你和婉儿。老实说，在我心里，还是有几分感激的，也对她以后能够接纳我，多了几分信心。你既然会感激，还竟然对那个恶婆婆有信心，姐姐，姐姐是有信心，一定会让皇额娘接纳我。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极为艰苦和困难，恐怕也需要漫长的时间，而且还需要一些智慧和方法。我最担心皇上今晚会来看我。难道姐姐不希望皇上来看你？姐姐，Coco是越来越不懂你了。娘娘，英格尔来了。姐姐，皇上来了。英格尔给娘娘请安。英格尔，皇上说他待会儿要过来吗？娘娘，奴才劝过皇上，可皇上说他还有很多奏章要处理，就不过来了。他只是让奴才过来看看您。皇上没来就好，我正为这事儿担心呢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娘娘，您不希望皇上过来看您啊？这奴才可真弄不懂了。我也正说弄不懂呢。这次咱俩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。基督啊，阿玛有句话想问问你，你对那奇是动真格的还是玩玩啊？阿玛，我对那奇还真的是喜欢，等合适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将她娶进家门，做我的第一侧福晋。
你都有4个侧福晋了，加上大福晋都有5个了，你怎么……哎，如今朝廷很复杂，不要因为女人的事惹得大家非议呀。哎呀，阿妈，我是真的喜欢这个女人，我岂能不给她名分？与皇上相比，我有6个女人算什么呀？皇上可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含花，他都能将汉女带进宫，封为妃子。我这个简亲王，跟他相比的话，我算什么呀？记住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怎么可以跟皇上比女人呢？他可是当今的皇上，他身边有3宫6院，嫔妃上千是应该的。更何况皇上不喜风流，他身边的女人少之又少啊。想同皇上比女人，被外面的人知道，你可是杀头的罪呀！记住。英格尔，皇上除了说忙于处理奏章，他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吗？皇上还说，朕为什么不来，德妃一定会明白的。可是娘娘会明白什么呀？奴才不敢问呢。这样吧，英格尔，一会儿你回御书房，就呈禀皇上，说我一切都好，让他不用担心。他说的话，我早就懂了，让他放心。哎，阿玛别生气，儿子是一时糊涂，说了胡话。儿子不是要跟皇上比女人，儿子是被皇上跟董小宛的事给气糊涂了。我是说，纳奇的事跟董小宛相比不算什么。儿子这次说清楚了吧？基督啊，阿玛知道你有雄心抱负，你也有实现雄心抱负的能力和霸气，阿玛十分的支持你。但你想要做到首席议政大臣，还要慢慢来。等过2年，阿玛退下来了，中间都轮不到你，还会有个过渡的人呢。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锋芒不可以太露，要懂得收敛，说话呢不可以太直啊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必须要谨慎啊。阿玛身为3朝元老，屹立不倒，靠的可就是一句话：小心驶得万年船呐。阿玛放心，儿子一定不负阿玛的众望。英格尔，今天我很生气，我都差点被人打了，你都不过来看看我，皇上也不来看姐姐。扣扣，皇上是有把握，不会出大事。我都差点被打了，还不是大事儿啊！英格尔，你可真没良心，胆小怕事。扣扣，你真是冤枉我了！甭说被人打，哪怕就是被羞辱一顿，我皇家侍卫统领英格尔也不答应啊！如今知道我没事了，牛皮都吹上天了。英格尔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你真让我伤心。我今天顶着水盆跪在那里，差点晕倒了。我心里一直都在呼喊着：英格尔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扣扣马上就要被打死打残了，可我连那个鬼影子都没看见。英格尔，扣扣别哭了。扣扣，你别哭，别哭啊！扣扣，你别哭啊！我最怕你哭了啊！不哭啊！扣扣，你就别哭了。你看这英格尔，毕竟是御前侍卫，这慈宁宫花园也不是他随便能进出的，你就别怪他了。娘娘，扣扣，其实你们有所不知，英格尔一直站在花园的门口，只要有情况就立刻冲进去。你一直站在花园门口，随时会冲进来，你又骗人又吹牛。哎呀，扣扣，不信你看。这是皇上的亲笔御书，如果你挨打的话，我立刻拿着御书冲进去，看谁还敢打你。姐姐，这真是皇上的御书，原来英格尔跟皇上一直在关注着我们，紧张着我们。那你还不快念念，皇上在上面写的什么呀？
，Coco 情系英格尔，是以 Coco 打不得，伤了英格尔，谁来保卫朕？姐姐，这皇上的御书写得朗朗上口，跟诗一般。可不是嘛？可依我看呢，就这第一句写得最好。Coco 情系英格尔。不对，就这第一句不对。什么 Coco 情系英格尔？应该是英格尔情系 Coco 才对。英格尔，这句一定是你求着皇上，让皇上这么写的吧？我哪有那个才华呀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在那儿想，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写呀？可是后来呢，我想着想着就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了？皇上这么写啊，是因为上口好听。哎，你想想啊，如果皇上写成英格尔情系 Coco 是以 Coco 打不得，那就没有这么好听了，对不对？娘娘，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？谁说咱们英格尔无才无华呀？依我看呐，这英格尔是最有才华的。皇上这么深奥的诗，英格尔一下便解透了，是吧 ，Coco？ 就是头牛。最近老爷怎么天天都进宫啊？宫中事多，朝廷又派出不少官员外出救灾，皇上令老夫经常进宫。哦。老爷有刺客！小心啊，刀上有毒！来者何人？胆敢刺杀本官！大家听好了，爷爷是天地会的人，这洪承畴是投降清廷的大奸贼，天地会要为民除奸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你们不会武功，躲远一点。老爷，还不用惊慌，老夫久经沙场。老爷，洪大人，您安全了。来者何人？我们是皇上侍卫。为何在此？最近形势紧张，皇上令我们着便装，每日在后面跟着洪大人，暗中保护大人。这名刺客是位武功高手，身手很快。洪大人受惊了，小心他的刀上有毒。对，大人放心，3名皇家侍卫在此，刺客休想活命。留活口！留活口！王爷，好消息很快便会传来，洪承畴应该已经没命了。拔掉了这根眼中钉，以后我们的事可就好办了。拿下！这，你是何人？是谁派你来刺杀洪大人的？爷爷说了，天地会要洪贼狗命，放下武器，也饶你一命。天地会好汉岂是怕死之辈？大人小心！洪大人，他死了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洪大人遇刺，好惊险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什么？皇上竟然派了侍卫保护洪承畴？
皇上嗅到了什么，察觉到了什么。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皇上此举应该是预防万一的临时措施，皇上不可能察觉到王爷的计划。皇上现如今真是不简单呐！本王这么严密的计划，竟然失败了。武士死了，这个账在天地会身上，朝廷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只是王爷，你要是再行动的话，更要千万小心。朝廷不会这么轻易认为这是天地会的人所为。皇上跟皇太后定会严查此事。那月，现在所有的行动都要停下来，还有兵勇的特训都要暂停，明白吗？洪师傅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臣叩谢皇上救命之恩呐！若不是皇上派人保护老臣，老臣只怕已身在黄泉，再不能为皇上尽忠尽力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会派人保护老臣呢？实话跟您说吧，其实是皇额娘预先想到的，因此您应该感谢皇额娘救了你的命。走，跟朕去慈宁宫，一起跟皇额娘议你遇刺之事。臣遵旨。哟，柳公公，这宫里又要采买什么绸缎了？啊，本公公先来看看这些料子的成色。啊，刘大哥，宋堂主和总舵主在后房等你，快进去。总舵主要亲自和二人谈话吗？是，里面请。啊，这件事首先要查明真相，是否是天地会所为。如果真是天地会所为，还不足惧，不足患。可若有人假装天地会，那事情就大了。皇额娘，行刺洪师傅的人，自称是天地会的人。英格尔已经查明了刺客，刺客是汉人，身上还有天地会的标识，所以儿子断定此人应该是天地会副堂主之类的人。禀太后娘娘，如果天地会要谋害老臣，说起来倒也讲得通，老臣也希望是天地会所为。但是，如果如太后娘娘刚才所言，那么事情就大了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你问了整个情形，有可疑之处吗？回太后娘娘，奴才仔细询问了侍卫整个过程，也仔细检查了刺客的尸体，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奴才是说，若怀疑是有人假扮天地会，至少在现场和刺客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。皇帝，你打算如何对众臣宣告这件事？皇额娘，现在没有外人，朕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你们。自从行刺事件发生之后，朕暗中保护洪大人这件事情，现在朝中已经是尽人皆知。他们在猜测，皇上为何要暗中保护洪承畴？皇上这是何意？所以朕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解释，这是其一。儿子的第二个目的，若此事另有蹊跷，那这蹊跷之源，最大的可能便在议政会议。朕召集议政大臣议此事，为的就是敲山震虎，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。恭喜太后娘娘，您瞧，皇上如今考虑事情，那是越来越周全了呀。不错，皇帝如今处理政事，真是越来越沉稳了。谢皇额娘。六兄弟，
你潜伏在宫中，是万分艰辛和危险。柳兄弟从宫里送出了不少重要消息，本舵主在这里向柳兄弟表示敬意和感谢。柳大哥，现在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。本来呢，这件事由刘公公来做会更好，但这件事极其危险，总舵主担心刘公公暴露，决定不让刘公公知情，所以就由你一个人悄悄来完成这件大事。属下知道刘公公的重要，有什么需要属下去做的，请总舵主、宋堂主下令吧。董小宛封妃了，天地会决定帮助她怀上孩子。一旦董小宛怀上清廷皇帝的龙种，那么清宫里面就炸开了锅了。禀太后娘娘，皇上告诉老臣说，是太后娘娘关心，提防有人会谋害老臣。老臣感谢太后娘娘，又救了一次臣的命。那晚，哀家请皇帝给议政会议写了个约书。有了洪承畴这一票，他们就休想废帝。说到这个，额娘建议这段时日，皇帝派2、3个侍卫暗中保护洪承畴。皇娘的意思是，洪承畴会有危险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洪承畴是某些人的眼中钉，又是一枚重要的棋子，没准有人想花大价钱除掉他。洪承畴，哀家想同皇帝单独说几句话，你和英格尔先出去。遵旨。英格尔，英格尔，你到底有没有精力在找我哥啊？都找这么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这么大的事，我能不尽力吗？我专门派了一个侍卫，每日在京城找你哥哥，所有的丝绸店、盐店、杂货店全部都问过了，压根儿没有人知道你哥哥呀。这本来找我哥哥就不容易，他只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小行商，谁在意他呀？他又不知道我进宫了，他现在见不到我，肯定是在四处找我，他肯定急死了。扣扣，你别哭啊！我最怕你哭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啊，别哭了。你要怕我哭，你就赶紧找我哥哥。找到我哥哥以后，我天天笑给你看。扣扣，我怀疑你哥哥做生意的时候用了另外的名字。皇家侍卫要想找个人，那可是躲也躲不掉的。可是你哥哥好像很神秘飘忽，音讯全无。我告诉你啊，江南总督那边我都托人带信儿了，请鄂硕大人帮忙找人呢。江南总督也在帮我找哥哥啊。嗯。那这样一来，希望变大了。啊，怎么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儿？我本来想得到信儿再告诉你，给你个惊喜。傻瓜，还知道给我惊喜？